连面特别迎接2025年咯，台南市今年第6档办跨年共建祈福的活动，计共是有200间的宗教团体来参加哦。这表示嘛准备限量的纪念品，要送给民众，祝大家新年好彩头。31暗暝，主持一曲摕金锤来敲钟，这已经成做台南特色的跨年活动。今年台南市民政局串联200间庙寺教堂，开放给民众来参与，因要透过敲钟祈福，用钟声代替炮话声来迎接新的一冬。今年上特别的是，阁有一庙埕、一舞台计划，甲庙埕成做表演场合，民众来讲钟祈福，也通欣赏表演。这是台南上好的文化。安怎讲？因为安尼争取大家心肝较合济。这个活动伊上界实际意义，咱嘛是想讲，要伫每一个的庙口，伊的庙埕就是一个舞台安尼啦。就是讲，伊会当美合咱在地一寡表演团体，咱实现咱一庙一舞台，也是讲一家区一舞台这个想法。为了响应敲钟祈福活动，有不少公庙嘛送出限量的礼品，要互民众好彩头。像关新红发1个美金兼钱宝，现在玉圣宫庙方是摕本家用来做神桥甲门神村的金丝楠仔来做葫芦送给信众。另外，新不断是发挥创意，因庙内小发啦文化的乌旗意象，甲设计做悠卡的导游，要互人随心扎嘞保平安。本身就是咱的扫除清净破位的功能的效果，有当时对市民出去办事可能用乌旗这支法器去扫除内底一寡无清气的物件。用这个金丝楠木来做这个葫芦吊饰让这些信众一些人来年能福福气气福气满满的。这个活动对2019年由集福宫、中福宫、祝福宫烧招发起，起头干那几间庙尔，今摆拖到全台南各地头的庙来斗老街，因期待透过这个活动，甲大家苦活来，嘛促进宗教甲在地民众的交流。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